其實咧，我仲有個好大問題。我除咗聽歌啦，越嚟越大聲之外咧，有時咧我聽下，突然間個人咧會暈暈地嘅，天旋地轉啊，好似坐緊嗰啲賊船咁樣嘅喎。但就咁聽咧，好似冰姐嘅情況，佢話去到天旋地轉咧，我聽到我都會戥你擔心喎，因為我都想到你頭暈嘅時候咧，尤其是即係長者啊，如果佢一個人喺屋企，佢暈下跌親，咁啊好大件事。會㗎，所以咧跌親咧係絕對要注意嘅，因為好多時候咧，我哋話咧耳仔比較差嘅人咧，佢身體嘅平衡咧都會係有影響㗎。有研究發現咧，如果咧係聽力咧有輕度受損嘅一啲長者咧，同一啲嘅普通人去對比咧，嗰個跌親嘅機率咧係高出3倍㗎。係啊，咁而且咧，如果你嘅嗰個聽損咧係越增加10個分貝嘅話咧，你嘅跌親嘅機會咧，亦都會再多1.4倍。咁所以咧變咗咧，就真係你聽力咧係會影響你容易跌親呢一個問題咯。喂，你講起跌親咧，其實我有一次咧差啲真係唔好話跌親，差啲出咗事添啊！因為我行緊街，我買完餸啦，翻屋企咁啊行下，我唔知，我聽唔到咇咇聲喎，原來咧後邊有架貨車喎。係啊，好彩佢係剎得滯啊！佢即係剎掣，咁我先知啊！但係我聽唔到佢響安咯，唔知點解。哇，咁好得人驚喎！係咯，我咪要 check 下醫生。你以後唔好自己出街啦。啊，係咩？你陪我啊？我直想嗱，你話㗎？我直想話咪叫 Jenny 陪你去買餸咯。佢睬我傻啊！食咩？佢有分析㗎嘛。多啲留喺屋企啊！咁咪即係坐監？冇搞錯啊！